有的人年老了，骨头啊，骨质疏松啊，你看，连个脊椎的骨头啊，脊椎的骨头都塌陷了，还要灌那个浆呢，很痛苦的，你看很辛苦的。老人还要做那个手术，你看脊椎骨头塌陷，因为骨质疏松啊，要灌浆呢，动手术要注射那个浆，那个是可能有钙质还是什么？灌骨浆了，台语叫做灌骨浆。你看，肉体是假我啊，还有真正的我是灵性啊，来自无极里天，先天老母娘生我们的灵性啊，肉身是人间的父母生，父精母血生的。周敦颐啊，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有讲到无极之真啊，二五之精，妙合而凝，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所以这个我们灵性活性是无极之真理，而二五之精就是人世间父母，父母代表阳跟阴啊，阴阳，父精母血，然后有这个受精卵以后要有母血提供养分来养育长大，一阴一阳之谓道，要这样父精母血搭配才有办法产生生命，妙合而凝，在输卵管受精，然后再移动到子宫着床，然后再长大。一般都是十个月怀胎长大，所以母恩还是很大很伟大。父母恩啊，才能创造生命啊，所以父母恩也很伟大，母恩更是伟大。然后要救灵性啊，肉体有坏掉一天，就好像车子有坏掉的时候，要买新车的时候，开车的人就好像我们的灵魂、灵性、真我，所以要名师指点呐，才能找到灵性真我所在位置。要名师开玄关窍，要有天命名师的能量，才有办法开无缝锁的无缝塔的无缝锁，才能打开啊，才能拯救灵性啊。要回顾家乡，得了道也求了道，得了道以后还要修道、学道、修道、办道、行道等等，有的还要讲道，行功了愿，行功立德，净化身口意三业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欺语、不妄语、不恶口、不两舌、不贪嗔痴，常行十善，天堂便至哦。这个骷髅骨头，你看骨架，让人领悟什么？肉体是假我，真我是灵性，要名师指点，拯救灵性真我。那个人世间呢，21世纪了，还有战乱，你看，还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，新型冠状肺炎病毒那么严重2022年3月份呢，中国大陆的香港都很严重。2020年开始有那个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传染了，全球因肺炎而死的有好几百万人呢，确诊的时候好像好几亿人呢，好可怕的！要拯救灵性啊！
不能再杀生了，要吃素了，要吃素了。将来的如果有战争，有那个什么辐射，有辐射的话，动物都感染毒了。肉食动物你没有办法维生了，维持生命了，所以就只有留下吃素的，留下吃素的哦。所以要赶快找名师指点，然后要能够吃素，尽快能够吃素，有的还能够设佛堂，还有弘扬真理，劝人呢求道德，三宝心法，得名师指点，打开玄关窍，找到真正主人，要修身养性，要行功立德，要了愿回故乡。